好，繼續我哋第二集嘅故事。故事遙遠的王國。上一集講到去咗一個神秘嘅洞穴，去揾古老嘅智慧之書。你哋需要解開一個難題先能夠得到書籍。佢靜下心來，仔細思考。書籍即係書本咯。最終成功解開了謎題，得到智慧之書。最後佢哋嚟到一個美麗的花園。即係就嚟完㗎啦。用心聽。花園裏邊有一朵神奇嘅花。佢能夠產生愛的心臟。你明白，只要用真摯嘅愛心去呵護呢一朵花，佢先能夠開放。佢輕輕咁樣對住花講出佢嘅願望，花朵並放出燦爛嘅光芒。愛的心臟即時出現咗。擁有咗3樣魔法物品之後，莉莉同埋兔兔回到了巫師嘅堡壘。巫師見到佢哋之後，發出咗一聲冷笑，企圖用黑魔法嚟對付佢哋。莉莉用咗勇氣之石抵擋住巫師嘅攻擊，即係擋住咯。擋住。抵擋咯，即係擋住咯。好似我哋啲大廈能夠抵擋風暴咁樣咯，能夠可能呢個石頭好堅硬，能夠抵擋硬物嘅襲擊咁咯，敲擊咁咯。好。莉莉用勇氣之石抵擋了巫師嘅攻擊，然後用智慧之書中嘅咒語反擊。最後佢將愛的心臟投向巫師，即係掉佢，令佢感受到愛嘅力量。巫師竟然被呢股力量所感動，最終放下了仇恨，決定改過自新。夢幻王國恢復了和平，居民都好感激莉莉。莉莉喺夢幻王國度過咗美好嘅時光，結交咗好多朋友。當佢準備返屋企嘅時候，兔兔送咗一粒小小嘅魔法石俾佢，話俾佢聽，只要佢想念呢個夢幻王國，就可以隨時翻嚟。莉莉翻到自己嘅村莊，心裏邊充滿住冒險嘅回憶。從嗰日開始，佢繼續探索身邊嘅世界。嗰個乜嘢？官咩官地？佢翻自己個王國啊嘛。係啊。係啦。亦都將佢嘅故事話俾身邊每一個人聽，等大家都相信，只要有勇氣、智慧同埋愛，就能夠克服任何嘅困難。就係咁，莉莉嘅冒險故事就成為咗村莊裏邊流傳嘅佳話，激勵着每一個小朋友勇敢追尋自己嘅夢想。故事就完結啦，今日嘅遙遠的王國就結束啦，早唞，拜拜。